后来由中国来主导的 RCEP，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，将正式来签署。这个协定的成员国包括中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甲南韩等等15个国家，台湾是方排除在外。这个工商界的大脑是真担心哦，都惊台湾的工业产品甲农产品的出口会受到大冲击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短期内对台湾的影响无大。那安尼未来，台湾是毋是会继续争取来加入这个团体呢？王美花反倒转来问讲，若是爱接受到九二共识，才有法度来加入，安尼台湾人敢会当接受呢？在中国的带头之下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。RCEP 的内容主要是工业产品，国内国际会影响到石化、甲纺织以及工具机的产业。不过经济部爱大家放心，对着这个代志无需要伤烦恼。我们认为是敏感的项目，对台湾敏感，那看起来对中国也是敏感，所以它就没有降税。这一个部分在东协市场本身其实影响短期看起来也不太大。就算短期影响无大，不过长期关税差别，同款有可能对产业造成不良的影响，进一步降低竞争力。经济部敢要搁补贴这个厂商？我们不会用补贴哈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对研发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补助的部分，这个是我们的方向。经济部咁要为体制下手，希望讲互厂商，不管是顺丰还是正丰，拢唔免惊。是讲产品更较好，无人买，安尼嘛无效。外界希望讲政府会使继续拍拼，加入这个由中国主导的 RCEP 协定。那中国如果提出说这个不是如果，这个是一定的事情，那台湾要遵守9·2共识，要遵守1国2制，大家觉得我们台湾可以接受吗？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。经济部强调讲，会在2礼拜内完成甲这受影响的产业座谈，了解因的需求，希望讲会使将这个影响降到最近。